酸椒八更，六价可不？非比强的价。那我呢就知道，后面就是吃美食的时间了。我妈妈包春卷，今年就是用这个物件和乌雷鸡呢来包的。但是我这阵今年真少看到人用这个物件来包了。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2道食物呢，都是我们福建泉州非常知名的食物。就马上。没事啊，你来把你走。那这一次呢，跟大家分享的真的是很有那一种家乡古早的味道，因为它是用这一种猪油网做成的，现在已经很少。兄弟，你想 hit Spider-Man 呢？呀，very good， 好看哟，可以吧？你看起来好看。对，谁安迪 OK 啊 ？OK 吧 ？OK。肉卷哈，我在做的时候我就想起了，哎，每逢啊我们家里有那种大日子啊、生日的时候呢，妈妈就一定会炸这个肉卷。哎，不，味道。我是加了迄鱼丸，因为猪肉汤内面吼，都加了迄鱼丸的鲜味啊。另外一样就是糯米，这些人哦，人卖菜卖肉的人哦，住金莲啊，住秋子，拢甲我讲是假的嘞。马来西亚的小贩好喜欢带假货，好奇怪。但是那个假货哦，都不会落色的嘞。从做这个面条啊，到这个汤汁啊，到下锅啊，到成就这碗捞米，都是菲利跟安迪一步一脚印完成的，好给哈，看是看哦，人真好哦。阿弟啦，我 LP 嘞，好。Happy。这就是我的战绩，你看，哇塞，你怎么可以说风的？哇，我哪里搞不好？哇，打电话你，哎呦，好棒！哇，看没有？哇，这个菲比糯米，快打嘛，放开点。哦好，趁你哦，格外起跳步。转一转的跳舞，然后怎么样做的很有口感，怎样做的 QQ， 然后怎么样做出这道汤汁非常丰富，然后非常有家乡味道的这个糯米，同样就要收看我们的节目，记得啦，每逢星期天晚上9点钟，我是黄一来，333。